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嗱，歡迎嚟到陳述足球呢個頻道啊！我係 OK 哥。嗱，今晚星期五好多五大聯賽都有出現嘅，今晚有打嘅。嗱，咁啊，今晚咧就為大家提供兩隊，一隊法甲嘅萊斯對住蘭斯，一隊英超嘅曼城對住狼隊啊。嗱，首先畀兩件衫畀大家睇睇。嗱，一件係桑托斯一件就阿積士。呢啲球衣都係高仿嘅A 貨嘅，啲質量都可以嘅全部銷往東歐啊、非洲啊嗰啲地方嘅。嗱，咁有鍾意嘅咧就留言畀我，88蚊包郵到家啊。嗱，今晚兩隊提供畀大家參考下，萊斯對住蘭斯啊。咁萊斯而家咧就係-1.25，萊斯而家仲有機會爭歐冠資格嘅。咁剩翻兩三場比賽，一定係全力以赴噶啦。反觀蘭斯咧就冇嘢爭噶啦，無欲無求噶啦。咁呢場波睇好萊斯主場能夠擊敗蘭斯嘅，咁個大都可以參考一下。嗱，另外一隊咧就係英超嘅曼城對住狼隊。嗱，曼城咧就仲要係保住嗰個歐冠資格應該都要冇乜問題嘅。咁但係咧就曼城呢輪咧就個氣勢比較好。咁對住狼隊，狼隊無欲無求反觀狼隊近10場咧就未曾一場輸過兩球畀嗰啲其他隊嘅。不管係客場主場都好少輸過兩球嘅。而家曼城咧就-1.25，咁我少少睇好狼隊輸唔到兩球畀曼城嘅。今晚咧就提供兩隊參考畀大家，希望幫到大家鍾意個頻道咧就點讚、關注一下、訂閱轉發。今晚就講到咁多先，聽日再講，好嘛？祝大家好運拜拜。